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对好对好。我甲恁讲哦，这个所在我定来，内面有一个石门神。咱若是要摕宝藏，只要讲开门，伊就甲门抛开。咱就会讲开门。今仔日带着遮尔侪小朋友为学校出来，是毋是来佚佗的？我甲你讲哦，阮遮若是爱佚佗，是爱注生先申请。你若是无申请，我是真侪代志足无用的。我今仔来毋是要来佚佗的，我是要来摕宝藏的。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我想要摕宝藏，你紧甲门开啦！想要来摕宝藏，这种声音敢若无大声，通常这个时阵拢有扑仔声。这个扑仔声泡大声，今仔日的小朋友看起来拢是聪明伶俐。招问神来问恁，恁伫学校介意上什么课？介意上什么课？阿生，你讲你上介意上什么课？我上介意上艺术课，艺术课。我嘛上介意上。上介意上艺术课。我上介意电脑课。电脑课，你介意拍电脑？阿基你咧？我上介意体育课。体育课，我甲阿基同款，我嘛介意体育课。哦，介意上体育课，那呢来参加就无问题，因为阮内底需要真侪体力。即马，请你用上大声的精神、上大的气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万虎白龙星崔友义。欢迎光临。咱即摆来到这个所在，我甲你讲，头前这位真厉害，咱来问看卖伊咧创啥？来，较细声的。阿姐，你问看伊咧创啥？较大声。来。你创啥？你咧创啥？哦，我咧读册啊！你无看我咧读册哦，我是读到小可要困去。啊，毋过你无听过活甲老，学甲老。啊是讲哦，啊你今仔日是倒一队啊？阮是小介绍一下。万虎白龙狮队。啊是安尼，和这个队名有啥物关系哦？甲你所住的所在有关系吗？万虎是因为咱是万虎国小，啊白龙狮是因为阮咧三星上出名代表的动物。定看到三星上出名的啦。所以恁读册迄个环境拢定定拄到白龙狮就对啊。会通啊去学校读册是真正足幸福的代志，你看，我就爱一直读到有智慧。啊，毋过哦，恁去学校上课，老师就直接甲恁教嘛，恁就省去真侪读册的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日吼，就是要来考恁，甲学校有关系的题目。有信心无？好，准备接招，迎来卡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来咯！咱学校定定用到就是文具嘛。啊，恁敢捌用过一种鉛笔，通啊换头的，有无？有捌用过？我甲你讲哦，这换头鉛笔会当讲是咱台湾之光。伊这是较早有一位伫咧屏东的讨海人发明的，因为讨海足忝的嘛。你爱去讨海去掠鱼，啊，毋过倒去厝的时阵，搁爱替查某囝写鉛笔，伊就是想讲，安尼我规气甲全部的鉛笔头拢写做伙了，甲因踏做伙，写袂出来的时阵较换，这就是免写鉛笔的由来。厉害！刷落来，恁准备好啊未？
要开始啊！好，甲文具拢有关系哦。准备接招，天来噶！哦，开始，看到这样要开始。这么个做法哦。来，跳，跳对，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哇，玩珠笔，水，好，发音真标准。我哪这个字？丁甲鸡，哎，唔对。好，注意，好，注意，加油，加油！看好势。哦， NB，水啦，NB 啦。啊酸，哦，刚才无接到一尾哦。收者收者，什么尖？别尖，唔对，牙尖来跳不要，冰尖啊，牙尖袂歹。好来，后注意，后注意，紧嘞，来，你看我，安尼靠接，看，看我，哦，水，加多，水啦，加多，来，看我，来，厉害哦。啊来，过来，加油，加油！两步，水啦，两步，呀！阿基，车啊，个收这，是，好，后注意，喷，加喷，好注意，我机会，抬手，好，阿生，车牌啊，水啦，车牌啊！啊算了，哎，收者L，是啥？安尼无，嘿，玩龟，无，啊，没有，龟好掉，衣龟，哦，看头前我摇到我腰酸啊，你我讲袂出来，好啊，水对狗啊，好，好来，加油！哦，真高跳了这这，样吧，水，N B 阿爸，阿生，伊拢高一支手的，伊拢高一支手接真准哦，这把是这把是蜡笔，蜡笔，厉害，好，哦哟，阿基。 NB，咱要去下 N 笔，用一台机器甲插落，无你后一个甲喷落，搁接者，所以 V 港多，好我声吹落啊！讲实在，这组真强哦。好，我你看因较落四尾伊啊，你头前我尔。刚刚有一位，刚刚真厉害，一只手就好。听有一支手落去接，啊，拢接甲足准的啦。咱来看觅头先因有讲唔着啥，什么机？这定抓机，定抓机，定抓机。好，啊，搁有什么尖？尖哦，唔是，冰尖。啊，搁有迄七啊，对啦，七啊，无就是讲虎啊，七啊虎啊拢会使，就是咱甲虎的嘛，虎哦，搁无去。啊，搁一个是咱迄个动作是啥？咱有当时啊去夹，N B 夹，来破我声吹者，袂歹。N B 夹，我呢即摆拢学响啊嘛吼，恁拢总钓12题，总钓一个金箍箍。真后呢，第一关就钓遮侪题，啊后一关应该搁较有信心嘛吼。恁要考啥？恁连咪就知影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恁敢知影？台湾的学生伫学校的时间是全世界的前几名哦，所以定定伫学校的恁，对学校的代志应该是拢真清楚啦。所以即马就是要来考恁对学校有偌了解，准备这招天来噶！哎对，开始有啊！想看阿伯，哦，你也紧哦，踹开落啊，又开落啊！哎，这是比赛用的，比赛用的。用卡，会使用卡吗？会当用卡，这嘛用卡呢？会当做运动，啊，你想看？是拍球用的吗？是不是拍球用的？是拍球用啊不是。
来紧问哦，无你会无体力咯。是用卡。好，阮的答案是跑道。我接。免手贴，只一直个右来个对啊。Q 哦，他是 Q 大手，来。手贴。讲 A， 老师会用的。老师会用的。老师会用的哦。胸口被用。胸口买用。胸口买用。用这吗？用这吗？唔是，用起来。用起来哦。好，阮的答案是。好来，继续。胸带。恁两位同学即马体力开始渐渐啊流失去哦。我的同学家里用的。这拢家里用。什么色水？袂用讲出来哦，哎用形容的。啊，袂当讲色水的。粉的色。厉害！哎呦，阮的答案是粉的色足侪种的呢。好，后一个。来，后一个。这是啥？哦，好来。公园的。两个人算的。哎，敢若两个人算的，这看起来。一关一家。哦。两个四个都会当算。两个四个拢会当算，你看看这个吼。好。啊，算加油哦，体力要好处哦。哦，上尾一题敢有法度？较紧的哦。到底体力有够无？你较紧的，你无力啦。收忝啦，爱活人啊。这是一个白用水。啥？什么？白用水。爱用水。这厨房话。我无力啦，算。我无力啦，算加油！阿哥，另外一位同学加油！用头开吗？切到位的。头卡。甲涂骹有关系无？无关系。倒无。好，结束。到底因的体力有影响到因的作答无？敢有会忝无？袂啊，袂你第一个落来呢。无，是因为迄无好背对不对吼？爱背过来哪想？无咱即摆来过来想看卖啊。咱看第一个题跑目。道到底安怎形容？大家敢有啥物感觉？啊，先若是你，你会想要安怎形容？一条路。一一条路，伊敢若一条尔，你无看到？真一条路。对，所以你要形容运动亭顶悬有真侪数字，是毋是真侪数字？有诶吼。伊一两三四五六七八，还是讲招标比赛？安尼有了解无？有吼，好，咱过来继续看。北帮，你即摆用的是啥物帮？黑帮。哦，你即摆用的是黑帮。好，那北帮咩形容？你头先有讲到啥？混混这样袂歹。哦，这啥？孔雀帮。真厉害呢！厉害哦。孔雀帮。咱若是坐椅啊，坐袂在安怎？跳多。孔卡跳，哎，对，这种感觉。所以孔雀帮，咱来看卖这是啥物好无？哦，这有难哦。这敢有人知影？阿奇，你敢知这啥？主流龙。差不多。你讲啥？主流龙。破声吹者。主流龙。无唔对，伊就是主流龙，就是咱讲的溜滑梯。咱就是爬起哩嘛，啊，甲溜落来。啊，溜落来迄个动作就是出嘛，我去出落，出落，嘿，出落，迄个出溜龙。咱即摆来看卖，恁钓几题？拢总钓5题，恭喜你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哇，咱万户白灵狮队敢若真强哦，啊，不过后一关无遮简单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上每一个关卡绝对袂用，互恁遮简单摕到金箍箍。学校恁定定去，啊，不过古早的学校，恁敢知影生做啥物型？一定拢唔知影，不要紧，咱做伙来看卖。
起来噶！捌听人讲，鹿港卖面线糊的嘛会晓吟诗呢。这句话是咧讲鹿港的读册风气真兴，大家拢真爱读册。这是古早的学校文楷书院，以早这是咧互大家读册、准备考试的所在哦。边仔嘛有摆文昌帝君的文书，大家拢嘛会来这求伊保庇熬读册，甲考试顺利。讲遮尔济读册的代志，有一句俗语叫做“读册读得较接拼”。请问你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哦，读册读得较接拼，哼，这句话捌听过无？啊，唔捌。唔捌，是毋是因为你定定去人讲这句话？读册读到卡哎，无啊，因为你讲唔知影什么意思嘛，不要紧，咱先听看卖啊，白雪雪甲红记记讲法。听白一定对，听红你翘翘倒。相信我，这句话吼是咧甲人考试的意思。你平常时吼要去学到真正的道理，啊，毋过去学到歹。这读册有读，敢若无读，枉费了练啊！所以哦，咱做人绝对袂当做一个读册读甲较接拼的，安尼知影无？哦，感谢白雪雪，即摆听看卖红记记讲法。我是红记记，听我袂闹开哦。我甲恁讲啦，这句话是讲吼，人呢，伊读少济册，啊伊吼，敢若甲册排在伊的脚接拼，所以呢，就是形容一个人吼，伊的下文是真饱啦。这两个是非常无共款的讲法咯。多谢红记记，恁小可讨论者，恁感觉是？想看卖，咱讨论较大声。讨论出来，我给免头讲，免头讲。阿酸刚刚就有想法了。阿酸，你啥物感觉是白雪雪？因为伊讲的，敢若是对的。敢若是对的，是倒位是对的。读册读到较接拼，考试意思，你敢知考试是啥物意思？考试？啊，你会记你是伫倒位听到无？还是谁讲的？是毋是恁阿讲的。阿妈讲的？哦，是讲你还是讲别人？阿兄。讲阿兄。阿兄的反应是啥？伊讲对，安尼哦。我唔知。你唔知？歹势讲啊。所以恁其他拢无听过。所以恁决定要用阿酸的答案。好。所以恁选择的是啥？白雪雪。好，敢安呢？恭喜！对，一题咯。所以咱绝对莫做一个读册读到靠照片的人。还佫有第二题，咱即摆来看卖者。来书院是要读册，读册爱捌字，就爱会晓写字。看到这位老师认真写，一笔一画，就会当感受到伊下的功夫。因为毛笔字若写无够久，是无才着写遮尔啊水呢。像我哦写毛笔，就敢若咧画符啊共款，实在哦真歹势啦。讲到写毛笔字，恁敢知影写毛笔字的另外一个讲法是啥物咧？哦，这有难呢。咱就听讲嘛，红记记甲白雪雪的讲法。我甲恁讲吼，这个花就是花落落的意思。花落落呢，就是讲吼爱写做侪种的，啊花字呢，就是爱写各种的字体。哦，各种的字体。哦，来，啊，你白菜话讲完啦吼，啊，伊若是讲完啦换我，这足简单的嘛，这叫做会当讲写大字。这大字吼，华语就是大楷的意思，甲咱人同款，做人爱为基本步开始。这基本步吼，拢会为写这个大字开始。所以呢，人就咧讲吼，写毛笔字，嘛会当讲写大字，知影无？多谢白雪雪诶。听了有煞煞。我感觉伊两个拢讲了真对，来恁紧讨论者。想看这我无卖法度互恁。啊，算你拄只第一个题目就约着啊！这届你想看嘛是红记记还是白雪雪讲的？我感觉应该是红记记的。红记记。写花字甲写大字哦。写花字，为虾米你是讲？为虾米是感觉是红记记啊？因为阮写的时阵，老师会讲你是咧写啥，然后
写啥？写什么花字是无？你感觉是红记记还是白写写？红记记，红记记，哦，即摆拢到红记记哦。但是，我搁讲但是什么意思？你感觉白写写写大字嘛有道理是无？咱来投票一下好了。红记记的请野手。哇，好，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呢？哇！再会，小朋友。这两个人呢？我队员减2个啊。不要紧，伊嘛是笑嗨嗨的出来，总算不是甲因两个处理掉对，啊。搁送回来啊。恁牺牲2位同学，但得到恁即马有的智慧，哎，互恁家己一个抱仔声。嘛是真无简单啦，所以咱这关恁得到的题目就是一题会当得到半个金箍箍。好，你有2块半，敢若2届机会尔，啊，毋过你安尼敢选得到恁的宝藏咧？很来噶。真牛，今日你咧表现了拢真好，对2块半，即摆有2个机会对不对？有4个金条，所以宝藏就伫咧其中一个内面。有感觉有可能伫倒位无？好，来好好感应一下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长尾山牛，你想要选长尾山牛哦？你确定是？阿酸，你想要选？你确定？你确定？虽然你头先钓到一题真重要的一题，爱感谢你阿兄。所以你确定要选长尾山牛？长尾山牛。啊，恁拢同意吼？来，手放好。手放好，长尾山牛内面放的敢是宝藏呢？请起来。长尾山这个机会啊！长尾山牛出来叫咯！长尾山牛不会去啊！恁即马剩一个机会，剩一个机会，上尾一个机会。讨论一下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梅花鹿、石虎啊是？我选着拉力。拉力，好，你选着。好，马是拉力，好，拉力。阿酸甲阿正拢选着拉力。惨呢！万户白灵是对，敢会当摕到宝藏？加油啊！请起来！无选到。不算掉。你即马甲石虎饲落看卖下子。石虎啊，是石虎呀！是石虎呀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毋过恁今日实在是表现得真好。啊，毋过咱有纪念品，来金箍箍家己摕。金箍箍，真水哦！来，咱将摕一个做纪念，看要摆哪？恁摆遐，你就放喺恁的册刀啊顶悬。册刀啊！你就想起我。无要紧，后届搁再来挑战。对，后届，你讲你无想要想起我，不要紧，恁只要想起咱今仔日讲过的台语就好啊。哎，真重要。继续加油啦！好。哦，希望你拢是非常了不起的人，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学台语。加油！好，感谢过来哦。再过来了，我看卖你金箍箍。